咁啊，睇下1211啦，121好似跌穿咗有100蚊咯喎。見到佢10月份嗰個表現就比較差少少喎，無論係股價同埋個銷售咧都比較差。有冇仲會持續下跌嘅風險喺度啊？嗱，走勢就唔係叫做麻麻，因為佢始終嚟講咧，之前咧佢係全個中國係 number one 嘅佢，今個月份咧就跌咗落嚟咧，就成為呢個叫 number two。咁 number one 係邊個咧？就係上汽。咁啊，上汽以往嚟講好多年都係 number one 㗎啦。咁啊，但係比亞迪終於咧就喺上年嘅時間咧就爬到佢 number one，成為一個全國第一。今個月份嚟講咧，比亞迪都有44.1萬架啊嘛，咁上汽咧係45.3萬架，比佢多12,000架嘅啫，稍為俾佢爬翻少少頭。全年咁計嚟講咧，今年剩翻呢2個月咧，比亞迪嚟講每一個月都有能力咧企翻喺呢個40萬樓上嘅。明年嚟講，你話比亞迪再成為全國嘅售車 number one， 我自己個人咧都有好大嘅信心嘅。其實嗰個銷售量咧係的而且確係唔差㗎，千祈唔好淨係對比某一個時間，咁你會覺得咧就可能有差，因為你而家係全中國一個最大嘅2024年第4季入邊嗰個月係歷史最高嗰個數據嚟咁對比，你都係跌咗10零個 percent 啫。嗱，呢個係歷史上最高嘅。當時嚟講，尤其10月、11月、12月份，比亞迪係每一個月都賣到50萬輛，你記住每一個月啦，唔係每一季啊。喺中國立國以來一路至到而家係從來未有一間公司可以做得咁犀利嘅。咁所以咧，你而家係用緊一個 record high 嘅數據去比較，咁一定係會比較差㗎嘛。差係差少少啫喎，差10零個 percent 喎。你如果對比理想又唔同啦，理想啊真係差好多啦。理想係比起上年嘅同期嚟講咧，跌咗成30幾個 percent 嘅。咁啊，所以你睇翻喺香港嘅上市公司之中咧，成個2024年嚟講，能夠賺錢嘅就係得2間，一間比亞迪，一間理想。而家打緊呢個守衞戰，咁佢跌咧嘅跌幅係溫和輕微嘅。咁所以我就唔覺得係一個好嚴重嘅負面消息。咁啊，所以落到98啊、99蚊咧，我都叫客戶咧有買入比亞迪呢隻股份嘅。